公元208年，北方霸主曹操大軍壓境，數十萬雄兵南下，氣勢如虹，目標直指劉備。新野呢個小城，面對如此強大嘅敵人，似乎毫無勝算，注定要被吞噬。但點解劉備同佢嘅軍師諸葛亮依然咁鎮定？原來諸葛亮早已睇穿曹操嘅輕敵，決定利用新野獨特嘅地形，設下一個前所未見嘅火攻陷阱。佢疏散城內百姓，虛張聲勢，引誘曹軍深入，一步一步走入死局。呢個計策簡直係藝高人膽大。當夜幕降臨，曹軍大舉進城，以為勝利在望之際，突然間火光衝天，城內四處起火，熊熊烈焰，加上震耳欲聾嘅爆炸聲，將曹操嘅先鋒部隊徹底圍困。哀嚎遍野，一夜之間，曹操嘅雄心壯志喺新野呢場大火中燒成灰燼。呢一役改變咗三國歷史嘅走向。